给你打半天电话你都没接，急死我了。你找什么呢？东西呢？啊，你说那个文件寄出去了？不是让你等到晚上吗？你刚走，同城速递就来了，不是你叫的吗？我叫的。当时郑婉莹直接冲进来，我话都没敢说，还是林沃把那文件袋找出来交给配递员的。林沃亲手寄出去的。你怎么了？秦东怎么样？为什么？警察刚才来过，拿着我父母的婚戒让我辨认，说是在阿姨的遗物里面发现的，一起交到公安局的。还有当年大楼地价收购清润的资料，这些都是重要的证据，证明了我爸的动机。可是，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不出来，还是说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？你连骗我都不需要骗了？哇，这就是个误会。误会？那这些东西不是你准备的，不是你寄出去的吗？高山，你说呀，到底是不是你？是。你说过你不会再骗我的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找到戒指了？那天在你家，你为什么要套我的话？你为什么不信守你的承诺？是不是你所谓的跟我重新开始，只是为了去找你的证据？你现在看到你最恨的人被他最爱的女儿亲手打败，你是不是觉得很痛快、很过瘾？高姐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？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伤害我、伤害我爸吗？我拿到戒指的时候，我想这么做，但是我知道那是你爸，我不可以。我跟他见面，我只想跟他对峙，我从来都没想过伤害你啊，刘。是我的错，我答应过他，我不会再骗他了。可是戒指的事情我还是瞒的。你的出发点是为了寻找真相，不让林沃承受太多。秦深深是林沃的父亲，我根本就没有资格替他做决定。你让他缓缓，你也缓缓。苏远，帮我一个忙。好。永远不要告诉林沃，他寄出去的是什么。
谢谢。